请问俗语伫咧讲，花食露水，鱼食溪水，人食喙水。安尼意思是讲吼，人爱安怎咧？A. 唔通伤贪心 ；B. 尽家己的本分；C. 讲话爱看场所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水是花食露水，鱼食溪水，人食喙水。既然脆水，脆水是捌听过脆水无？嘿，脆水是爱讲好听话嘛。讲话，嘿，C 咯，那确实。哎，答案敢是 C，感觉是讲话爱看场合，场所。手，系啊，莫想白目安尼。哦哟，袂歹哦，莫想这个意思袂歹哦，系系啊。啊，咁其他咁啦，我感觉是 C 啦，讲话爱看场所在。所在。嘿，好，恁的感觉咧？唔系是，好，无人甲我赢，安尼我家己决定。嘿，我感觉你这队干那你一个人尔。好，决定哦，好。好来，拢对队长行就对啊啦。好来，队长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 C。好，咱来看者，讲话爱看场合，对唔对？对啊！来，恭喜今年6000了！恭喜！嘿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，来，老师。真无简单吼。嘿，来，咱内底有一个讲花食露水，还是花食露水，拢会使，两种讲法拢有人讲吼。是。花就爱有露水，该滋润，爱较开的水。是。吼，啊鱼爱有溪流，伊才会活跳跳。吼，啊咱人呢讲话爱会晓看场合，啊讲适当的话。哎，若这喙水好，你人缘就会好嘛。啊，你要做人的生理，你就做会着。所以咱即句话讲，人食喙水，就讲人讲话爱会晓看场合。